教会在我们这几年这个兴建心灵故乡灵修营地的这个意向他们透过很多教会对他们的支持跟认识，大家用义卖跟奉献来支持他们。感谢主萧牧师他在林子内教会从毕业到现在已经20几年，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定了根。那在这边做了很多美好的事工，在南部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常常会去参观，因为他们在一个很微小、很偏僻的教会做了非常重要的事工等一下他会做见证跟分享。那我们期待呢，不同的属灵的经历跟见证，会激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对神的信心以及信仰一个操练。我们以下时间要请萧牧师来主理，他的讲道题目叫爱与神迹，我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他。谢谢。好，谢谢我们萧牧师的介绍，也谢谢我们富强教会接纳林子内教会有机会来到富强教会。我好像很少有经验到去那个教会，然后讲道之前还可以大家拍手掌声欢迎的。这个好像只有富强教会有，不过真的很温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在我们组里面会彼此互相的激励。富强教会是我从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教会。我觉得富强教会充满爱，为什么？我们的母会是木栅教会，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因为有一群年轻人必须要外出工作，所以在台南这里工作，那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成立旅外的团契。那富强教会没有任何一句话，就提供了我们场所，让我们在你们以前的旧教会的楼下这样长久这样聚会。也因为这样，木栅教会的旅外团契很团结平常在那边工作，但是在礼拜六礼拜天一定会到木栅教会去服侍。那所以第一个对富强教会的印象是从这里来。那后来当然慢慢的我也发现我们的牧师当时候就是夏牧师他们夫妻两个在这里。那后来到渐渐的我的同学蔡牧师跟我毕业以后，他在大专，后来来到富强。那后来是妙莲师母来到这里，师母的先生志宏牧师是林子内教会出身，所以好像富强跟林子内教会有很多的连结，跟我的母会木栅教会有很多的连结，所以来到富强我会觉得很像家的感觉那林子内教会去过的人举手，我看一下，哇，还蛮多的但是还是很多人没去过嘞。下午跟我回家好不好？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一定要跟我回家。今天回不了家那是一个属灵的家，回不了家，我们下个礼拜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找时间。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我们属灵的家，它叫做心灵的故乡。这个名字是上帝给的。在2005年的时候，我有一天睡不着觉，晚上半夜3点起床，那我一直祷告，因为隔天我们要做一个入口意象，在那个十字路口做一个入口意象。我为了那个入口意象，心里面觉得很不平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平安。那一天前一天要做的前一天，上帝3点就把我叫起来了。那我就祷告，上帝发生什么事情？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让心灵的故乡这几个字像跑马灯从我的眼睛这样一直跑过去，一直跑过去，一直跑过去。我说哇，怎么有这么棒的名字，心灵的故乡？我说上帝，你是不是要让我们把那个入口意象放上心灵故乡？那我就电脑就把它打上去，然后把那个图稍微修改一下，哇，那个整个是亮起来的。那心灵故乡就从这里来的。所以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它有很漂亮的一个礼拜堂，有很美丽的一个莲花
然后有更可爱的人在这个地方。那有很棒的农产品，刚刚来的时候你们都有看到。我相信过去这2年来，你们常常看到人家在你们楼下义卖火龙果，但是为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人出现？我们都派火龙果小姐来这里先报道。火龙果就是林子内的所以希望以后如果继续有火龙果来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那就是林子内的，我们一定要大力去支持。那我们最近有笋子，这个笋子制作的过程很辛苦，必须有人去割，然后要切，然后要压，然后要敲盐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它很好吃，超级好吃。那个肉都没人要吃，那个笋子都已经被吃光了，所以等一下下去你们可以去看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真的要买回去煮控吧，它超级好吃带来了好吃的东西，当然也要把上帝的话语带来，那是更棒的，对我们的生命更有助益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圣经节，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爱与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所创造这么丰盛的台湾居住，享受神你跟人来的恩典。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放下一切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来交差了事，我们是为了要来这里遇见你，我们是为了在这里听见神你的话语，我们为了在这里重新得力。主，我们求你就让我们的心全然安静在你面前，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你在今天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将每一颗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2017年5月，有一个蒲公英杂志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写着一个57角的故事。57角非常少，非常小，可能掉在地上都没人要。但是这个57角的故事，这个57角真实的事情，却造就了一间3000人的礼拜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小女生，她想要去参加主日学，她想要到教会，但是因为礼拜堂太小，人太多，挤不进去，还有好多孩子在外面挤不进去教室。那1个礼拜、2个礼拜是这样子，1个月、2个月是这样子。有一天，这个小女生一样来到教会的门前，她一样挤不进去，她很失望。刚好遇见牧师，牧师就把这个小孩子抱在手上，带进了教会。小女生很幸运遇见了牧师，很幸运可以进去。但是这个小女生没有因为这样子满足，她跟牧师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教会盖大一点点？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主日学盖大一点点，让外面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进来？那这个小孩子的期待，这个牧师的应许，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事情没有成就。2年之后，有一天，一个人来找牧师，跟牧师说：牧师，有一个小女孩回天家了，她的妈妈要我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去为小女孩举办告别礼拜？牧师到了这个家庭，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小女孩就是2年前期待教会可以把她盖大一点的女孩子。告别礼拜结束的时候，这个妈妈把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小皮包，布做的小皮包，交给了牧师，跟牧师说：这是小女孩留下来的。他交代我一定要把它送到牧师的手中，一定要告诉牧师，这个钱要奉献成为建筑基金。所以这个牧师想到了这件事情，牧师开始正视这一件事情，然后开始将这个故事带出去，将57角带出去，讲这个小女孩的期待，讲这个故事。那有人受感动了，用$200买了57角。这个牧师就把
200块换成更多的57角，到更多的地方分享给更多的人。有人用2000块美金买了57角，牧师就用2000块换成更多的57角。慢慢的，很多人参与，教会也真的盖起来了。不止教会被盖起来，主日学教室被盖起来，学校被盖起来，医院被盖起来。不是因为人有多大的能力，是因为愿意奉献，愿意服侍，愿意参与。57角成就了一件大事、美事，神所喜悦的事。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同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有5饼2鱼。为什么孩子要奉献5饼2鱼？因为有一群人跟着耶稣。这群人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因为他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就拼了命的不让耶稣走。当耶稣服侍完了，想要去休息，退到旷野去跟神亲近，退到旷野重新来训练他的门徒的时候，这一群人不甘愿让耶稣跑掉了，所以追着跑。耶稣看到这一群人来到他面前，他知道他们饿了，走了那么远的路，他们饿了，知道他们渴了，所以耶稣希望喂饱这些人，所以耶稣才会问腓利说：我们要去哪里买食物来喂饱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腓利他的回答就是说，就算我们用200块钱，有200银啊去买东西，也不够这些人吃一点点。台语说，塞一个喙齿芳都不够。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听到了耶稣的期待跟邀请跟呼召，他就把他所有的拿出来奉献出来。所以这个神迹在这里成就了，5000个人在这里被喂饱了。从这段圣经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对我们的生命有3个很重要的提醒跟祝福。第一个，在我们的经验跟智慧跟能力之外，我们不要忘了有上帝的作为。通常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能力去做判定，可不可能，是否可以做？但是我们都忘了，我们的能力、智慧之外，经验之外，还有上帝的作为。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在第6章第5节到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这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就问腓利说：我们要去哪里买东西来喂饱这些人？腓利跟他们说：200块钱去买都买不了东西来喂饱这些人。是耶稣没能力吗？耶稣不知道要怎么办吗？所以他要问他的门徒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他希望他的学生有机会参与，他希望我们有机会参与。很多事情耶稣不是他没办法，不是他没能力，他是希望他的门徒有机会参与在其中，所以做这样的邀请。面对要给5000个人吃饱，真的是很困难，所以腓利就直接跟耶稣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花200块钱去买东西给他们吃，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般人的想法，照他的经历来判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照他的知识来判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照他口袋里面所有的资源拿出来算一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直接回答不可能的事情，慢工啊！但是我们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不是相信自己的人。我们不要忘了，有上帝在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不是看见自己的不可能，不是看见我的口袋不可能，不是看见我的经验不可能，不是看见我的知识不可能，是我们怎么去顺服。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学习到的第2个，就是要有单纯的心，然后还要有积极的行动。我单纯的领受到，单纯的相信之外，
还要积极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参与福音里面、参与那个神迹里面的那个有福之人。我们看见这一个孩子，他就是用单纯的心，他听到了耶稣，他要喂饱这一群人。他听到了耶稣说：“我们去哪里买东西，找东西来喂饱这一群人。”孩子很单纯的心，就把他所有的献出来了。他所有的没有什么了得，他所有的只有5个大麦饼、2条鱼干。这个是穷人家在吃的东西，拿不上台面的。这个孩子如果是用大人的想法啊，不好意思，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我不是拿麦当劳出来，我是拿阳春面出来，不好意思。如果用大人的想法，这个孩子没有机会参与福音。但是你看见这个孩子很单纯，他单纯在哪里？他对耶稣全然的仰慕。这个对耶稣全然的仰慕，让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单纯。听见耶稣的邀请，听见耶稣的呼召之后，他就积极来行动，来参与了，顺服来回应耶稣的邀请跟呼召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有福的孩子，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喂饱5000个人，是因为他愿意，然后他参与，他有行动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气就降临在这个孩子，小小的孩子，小小的5饼2鱼，居然成就了这么大的福音跟神迹。第3个就是顺服的信，一个很顺服，我知道不可能，那不可能就不要拿出来了，丢脸现眼。叫我去参加幸福小组，叫我去当辅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没时间，然后我没口才，我什么都不会啊！不要丢脸现眼了，我去讲话哩哩啦啦。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顺服的心，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参与神迹奇事的机会。我们看见安德烈，他有顺服的心，他是大人，他不是孩子。孩子可能拱大，但是他是大人，他拿到这个孩子送来的5饼2鱼，这个孩子很勇敢呐，有可能是孩子嘛，就是公公拿出来，但是大人呢，哇，这个鱼干、臭鱼干、大麦饼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哇，这个孩子拿这个东西出来，我可以拿到耶稣面前吗？拿出去又能怎样？如果他想这么多，他的头脑里面运转了那么多，分析了那么多，计划了那么多，然后照着他的经验，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的分析，叫他的判断来做决定的话，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福音跟神迹的绊脚石。但是幸好安德烈不是这样子，他顺服他的环境，顺服他自己本身的条件跟这个时刻所有的条件。这个时刻就只有5饼2鱼啊，这个时刻我就是不会啊，但是我愿意啊。这个时刻就是有呼召，虽然我很害怕，但是我愿意顺服这个呼召啊。所以安德烈抓住了孩子仅有的奉献，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不可能，但是他没有让不可能，他知道的不可能成为绊脚石，他反倒愿意顺服。虽然在我看这是不可能，但是我愿意接纳我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然后我愿意顺服，顺服的交出来，看耶稣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安德烈就因为这样子成为一个神迹的参与者。一般人看见问题，看见困难，然后从他的经验去判断，从他的智慧去判断，从他的能力去判断，我口袋有多深，我可以做多少啊？不可能了，那就不要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是一般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上帝仆人，我们上帝所拣选的。
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所交代我们的。这一群人领受的，这一群门徒领受的是耶稣交代他的。如果他愿意顺服，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经历。上帝的儿女应该学习用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待、面对这些困难，跟看待这些困难，不是用我们的眼光，不是用我们的能力，是用神的眼光来面对困境。因为我相信，凡事上帝都掌权。在困境当中，是为了让我们经验到那个以前我们所不曾经验到的上帝，是为了让我们经验到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个上帝。如果我们永远通常都是用知识、用经验的话，我们的上帝就永远是在圣经里面，躺在圣经里面的，躺在礼拜堂牧师的讲道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顺服的话，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有限，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困境当中，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上帝，是又宽又广又深，没有办法测度的一个神。所以从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信是神迹的种子。当我们有信，就是有神迹的种子了。然后我们看见爱，耶稣的爱，上帝对人的爱，成为神迹的养分。简单的信，就是孩子那么简单的信，让他愿意献出五饼二鱼。顺服的信，安德烈那么顺服，判定不可能，但是他愿意顺服。那种顺服的信，让他把五饼二鱼带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对这一群人的爱，舍不得他们饿了，对他们的爱，造就了这个神迹。我们看见信跟爱加起来，就是神迹的关键。这是神迹的关键。这个神迹的关键组合起来，就会有产生神迹，然后就会转化生命。这5000的人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带食物，但是他们都不敢拿出来，甚至不想拿出来，不好意思拿出来，自私的保留着自己要。但是因为这个孩子，也因为安德烈的回应，对耶稣邀请的回应，我们看见这些生命被转化了。这当中一定有人有负面的言语的批评，然后有人有观望的态度。我就看你耶稣有多厉害，我就看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不可能啦！不要说那个风凉话。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言语。但是我们看见，通过了孩子，通过安德烈，通过耶稣，通过上帝的祝福，这些有负面眼光的人，有负面言语批评的人，这些观望的人，他们生命开始被转换了。被转换的生命，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们成为一个遇见神迹的人，看见他们成为一个享受神迹的人，体验到神迹了，所以他们成为有福的人。我在24年前从台南神学院毕业，我在1995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很年轻，现在比较头发白了哈。有一天啊，差不多今年年初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回来，回来就到办公室找我，讲完话以后他要离开，然后他一直看着我，我说阿良还有什么事吗？他就看着我，牧师你怎么变得那么老？我说对呀，牧师老了啊，24年了，头发都白了。好，24年其实我也很年轻，找得到我吗？很漂亮，对不对？24年前很年轻，头发还是黑的，但是感谢上帝有这24年。以前的上帝是在圣经里面，以前的上帝是在书本里面，但是这24年，上帝让我看见，上帝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当我们愿意
回应神的时候，不要觉得我没有，不要觉得我不会。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原来在圣经里面那个上帝，原来在牧师的口中那个上帝，也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我24年前毕业是用抽签来到林子内的，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虽然我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住这里，妙莲师母的老公志宏牧师住这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里，所以我就很高兴的拿着派令来到这里。这个派令上写的是白河镇便头里，所以我很高兴，因为不是白河乡便头村。所以我相信它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所以我很高兴，我就来了。我哥哥载我来，所以来到白河镇，发现了一间教会，好大的教会，比富强教会小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哥哥就很高兴，哇，这间教会那么大，你好厉害哦，抽到这一间教会，在这间教会把它待到退休好了。我心里面也有这样打算，这么好的教会一定要把它待到退休。然后靠近一点点看，它不是林子内教会，它是白河教会。那白河镇到底有几间教会？就去问了。他说：“哦，白河镇好多教会哦。”我说：“还有呢，这个白河这个后面巷子里面还有一间叫做活水教会，哦，也不是林子内教会。那林子内教会呢？你说好多间啊，林子内教会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不知道。”然后我去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个阿伯来看我很可怜，就带我来这里跟我说：“小姐，你按这个行，有路甲行，甲无路就到啊。”我说：“小姐，你从这里走，有路走到没路就到了。”我说：“天哪，这个是天堂路吗？根本看不到路的尽头，要怎么有路走到没路？但是既然已经来了哦，就要走。”那我哥哥就开着车带我走，一直走，一直走。那个路就是这么小，有车子要会车的时候会不过去怎么办？我哥哥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他是开那个公车的，他的技术很好了。哦，他就开始骂我，那么厉害，抽到这个地方。我说：“刚刚你不是说我很厉害，抽到那么大的教会吗？现在我哥哥是爱我，是等我，舍不得这个妹妹在这个青刷拉来哈。”对，他就这样子说。那我二嫂就坐在旁边都不讲话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骂，一直骂，骂来到这里。蒙阿波还有路，我说不可能吧，我二嫂就出口了，她说：“怎么可能在蒙阿波里面还有人敢住啊？那么厉害，抽到这个地方，看你以后怎么回去。”我心里面想，我就很难过了。其实他们是很爱我，舍不得，所以才这样子说。啊，真的过了这个蒙阿波，进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老老的、小小的，好像30年前的一个村庄。我们说原住民的地方很偏乡，但是原住民的地方有卡拉 OK， 有好多杂货店。林子内只有一间杂货店，他喜欢开门就开门，他不想开门他就关门。所以，如果你们去林子内想肚子饿了，就赶快要去买泡面，不要想说你肚子饿了才要去买，想买的时候就要去买，买起来预防。好，这是这个村庄，这是这间教会。所以我就开始问上帝了：上帝啊，这间教会这么小，中会也打算这一间教会可能过几年就要关门了，因为它是没尾路的这个教会。这间教会已经被中会列为弱小教会，所以既然弱小，就派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吧。所以我就来到这里。这个地方人口老化很严重，人口外移很严重，整个村庄没有年轻人，只有老人家跟小孩子。但是这样的教会真的会关门吗？我不相信。上帝让一间教会的设立是准备关门。我相信上帝让每一间教会设立都有他的目标，都有他的意向跟使命。我不相信上帝会让一间教会在那边等着有一天要关门。所以我就问上帝：上帝啊，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那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困境的当中，在人的经验跟判定的里面，分析以后的结论的里面，你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学习
开始学习，用信仰的眼光重新来认识上帝，认识这间教会，寻找神在这里的意向跟使命。林子内教会有的真的很少，差不多只有5饼2鱼。这间教会只有剩下一间老老的礼拜堂，但是这间老礼拜堂非常的典雅。这间教会没有很多会友，只有47个老人家，每一个都比我的爸爸还要年纪大。这间教会只有剩下6个孩子。主日学老师是一个很老很老的长老，唯一的老师，他舍不得这6个孩子不见了，所以他每个礼拜就带着他。我去的时候，这个老师，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是我们的长老，很高兴把6个孩子带到我面前，说：“老师，你终于来了。我有故事讲到无故事啊啦，你来了，这个孩子交给你。因为孩子常常，长老那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了，换一个，换一个。长老不认识字哎，长老都是凭记忆，凭他可以看的那个罗马字这样拼出来的，跟他们讲。所以孩子说啊，那个长老那个讲过了啦，换一个。但是长老就舍不得这6孩子不见了，所以这样带。所以上帝让林子内教会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礼拜堂，还有这6个孩子，还有40几个老人家，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作为。上帝不一定要我们很厉害来服侍他，不一定要我们要很高超的技术来服侍他。上帝要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简单的心来服侍他。虽然我们不知道林子内教会将来会变成怎样，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上帝依然在掌权。在这个偏乡的教会里面，在这个老化的教会的里面，上帝依然在掌权，他依然有他交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愿意去听神的话，然后愿意去等待，等待上帝所要我们开的花。21年后，我们看见这6个孩子都长大了。这6个孩子有3个读台南神学院音乐系毕业。为什么有3个？因为当我来这里的时候，老人家把这6个孩子交给我，我就开始头痛了。我没结婚，我怎么带6个孩子？我也没有经验，怎么带6个孩子？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然后教会没人会弹琴，每个主日做礼拜的时候就是打琴嘛，没有诗琴这样唱，没有麦克风，所以就要现在有训练过了，我的声音比较大声了哦，所以没有麦克风可能还可以讲。当时候就很畏萧林哦，就不好意思讲大声。然后那时候是小姐，非常年轻的小姐，所以要很含蓄这样子。哇，没有人弹琴，做礼拜的时候做到一半，唱诗歌都会飞走，飞走之后拉不回来，所以我就难过，就偷偷的哭，在讲台里面偷哭不能哭出来，就哭在里面。做完礼拜之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这是你的教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你的教会为什么会连诗琴的人都没有，然后唱歌唱到酸顶啊？这是你的教会，你要负责。”所以我就跟上帝讨价还价。所以我就想，好，这6个孩子一定要有人去读音乐系，但是没有音乐老师怎么办？我忽然间发现一个小男生，就唯一的男生，最旁边那个男生，后面穿黑色的衣服那个男生，我就忽然间发现他会弹 keyboard， 在他家叮叮当当，叮叮当。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爸爸常常不在家，他有一餐没一餐，所以我看见他就叫他来牧师馆跟我一起吃饭、煮饭。我就听到他在弹，我说：“你很喜欢弹这个吗？有人教你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要不要学？”想啊，没有人教。我说：“你来啊，老师教你。”老师，你会弹琴哦？他想说你会弹琴，为什么每个礼拜都不弹？让我们唱歌这样子。我说老师会弹，老师会弹左手，老师会弹右手，但是老师没有办法把2手合起来。看着我说，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把2手合起来。弹右手左手简单啊，对不对哈？合起来很困难呢。那个会弹音乐的就知道。好，我就教他弹左手右手，
谈完我说好，你的责任就合起来。3个月之后你要弹这3首圣诗，让我们来唱。3个月对一个孩子没有音乐基础的孩子要弹3首圣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练了，他就认真的练，努力的练，练到真的合起来了。做礼拜的时候真的弹给大家唱了。所以慢慢的，上帝预备了音乐老师来教他，因为他愿意，上帝就给。所以上帝的预备了音乐。他的爸爸不让他学音乐，爸爸是开怪手的。男生弹什么钢琴？弹钢琴都嘛是女生的事情。弹钢琴都是男生呢，有名的音乐家都是男生，没有啊，有一个什么分的啊？什么分？她是女生啊，她是女生还是男生？所以爸爸说男生不能弹，但是他愿意，上帝就感动了人，一直跟他爸爸说：“哇，你的孩子好棒哦！”鼓励到爸爸，好吧，那就去弹吧。所以因为这样子，这个孩子的愿意，上帝就一直给他，一直给他，一直祝福他。这个孩子之后，其他的2个孩子也跟着就去了。我把他带来，把这群孩子带来台南神学院照一张照片。我跟他说：“以后你们长大要来这里读。”成功率很高哈，6个3个去，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2个也来读了，3个都音乐系毕业。我们看21年后，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服侍，有的人在台南服侍，有的人回到林子内教会，成为成为诗班的指挥，成为教会的执事。那个男生到了美国，读了演奏的硕士，拿了指挥的博士，国小5年级、6年级才开始学。所以我说，当我们愿意，上帝就嫁给。从这个孩子的从这6个孩子的生命的当中，第2梯的孩子也慢慢长大。其中一个孩子跟我们教会的青年同学，今年从台南神学院道学毕业，他选择回林子内教会当传道。但是他很聪明，他比我还聪明。他知道要回林子内教会，一定要预备另一半，不能就这样回去了。这样回去会跟那个牧师一样，找不到对象，因为那里没有年轻人。所以他很聪明，他在学校就先找对象了，先结婚了，再回来一起服侍。这个孩子在教会现在当传道，很认真的在学习服侍。然后第3梯的孩子很多是新住民的孩子，他们也慢慢长大，参与教会的服事，一起成长。他们一边学一边服事，一边学乌克丽丽，就用他们学会的去教弟弟妹妹。然后每个礼拜6、每个暑假，他们就一起聚集在一起，接受训练，然后一起参与同工，然后一起调整服事的脚步。这是我们的夏令营的照片。明年欢迎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来林子内教会参加夏令营，当然要跟我们富强教会错开时间哈。好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献上我们的5饼2鱼，我们要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社区环境里面献上5饼2鱼。那一条有路跟行到无路的道路已经被拓宽了那么宽，所以我们开始来种树，种了700多棵的枫香，然后每个礼拜天下午就去拔草，就去除草，就去台风来了，它倒了，我们就把它扶正。孩子告诉我，牧师，这个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我说，当你们长大结婚的时候，它就长大了。所以，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不要忘了要来这边照一张那个结婚照片，告诉你的太太，这个树你有照顾。当你生了小孩，记得把孩子抱来这里，跟他照一张照片。当你有了孙子，记得带着孙子来这里照一张照片，跟着树一起长大。13年前，上帝呼召林子内教会建造一个灵修院。我们知道，这对林子内教会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所交付的一个使命。因为在1983年，就有一个老牧师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意向，他从屏东回来到这里，找到他的故乡，找到这块地，他带了很多很多他的朋友来这边祷告，跟大家分享意向。3年半的时间，意向越来越清楚，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他很难过。上帝有一天告诉他，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但不是这个时候。所以他回到屏东继续牧会，
经过了23年，上帝重新启示林子内教会，不是林子内教会有办法，是我们愿意。上帝知道林子内教会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已经有柔软的心，愿意了。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异象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的无价之宝。面对一个无价之宝，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圣经说我们要变卖一切，变卖一切来换得这个无价之宝。我们看见异象是上帝交付给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一个最神圣的托付。既然是上帝交给我们最神圣的托付，我们要随随便便把它推到旁边。上帝啊，不可能啊！我们要喂饱这5000人，不可能。上帝啊，不可能啊！林子内教会这么小，这么弱小，我们要盖一个灵修营地，不可能啊！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吗？还是我们愿意顺服？还是我们愿意用单纯的心献上我们所有？所以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们虽然什么都没，但我们愿意学习献身来回应神你的呼召，来实践这个意象。当我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帝真的就兴起了一批同工。林子内教会外出的这些林子内教，从南到北，他们开始集结起来，他们开始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当我到台北去募款，他们就集合在那间教会一起来服侍。当我到了南部来募款，他们就一样集结在这个地方。今天有一对夫妻是从板桥下来的，林子内教，他就特地的安排他回到乡下的时间，就是牧师来募款的时间，他们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上帝也感动了这群老人家，老人家都老了，现在都坐在轮椅上面的，他们哪里都去不了，他们的生命面对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但是上帝感动他们，没有浪费人生最后这段时间。上帝让他们每一天每一天用他们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每一天每一天为这个事工来祷告。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买下了第一块土地。很多人笑我们啊，戆人做戆代志，怎么有可能？那么小的教会自己都养不饱了，怎么去盖这个灵修营地？我们说对，你们说的都对。但是神的呼召，神的使命，是我们不敢去退掉的。所以我跟上帝说：上帝啊，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依靠你，让我们赐给我们有更强壮的身体来服侍你。所以就开始整地。所以很多孩子、很多老人家利用礼拜天下午，在那个整地的过程当中捡石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再去请其他的机械来处理这些石头，所以用我们的手捡了1年、2年、3年，那个长满杂草的土地，终于变成了上帝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青青草原。用了10年，这个土地长满了翠绿的树木。上帝用13年，从买地到新建，上帝用13年来训练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知道全然依靠上帝，不是依靠自己。上帝又感动了一批人，从台南、从花莲集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讨论灵修营地将来的规划。上帝感动了新雄营造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建造，上帝感动了我们教会的昌城执事来参与林子内教会整个营造的设计的工程。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什么都没，但是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5饼2鱼的时候，上帝是一直在加给我们恩典，加给我们神迹奇事。所以去年的6月、7月的时候开始动工，我们本来是预定今年7月要完工，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现在工期有延后啊，希望在12月的时候可以完工。整个现在外观都已经完成，里面开始在拉设这个管线，开始在设计室内的装修。我们谢谢上帝，让昌城执事，让很多人一起参与这个圣工。在我们看不见
看不见将来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很多人一同的参与，上帝也兴起了很多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期待，上帝给我们领受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有更多人重新找回耶稣的灵修模式。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很多人都已经没有灵修的习惯，没有灵修的生命生活，所以上帝感动我们，重新把耶稣的灵修生命找回来，重新来建构一个深度灵修生命的基督徒，提供一个地方，让牧者、让神学生重新来建构信仰，重新来领受神的心意。常常我们都跟上帝祷告，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安静来听神的心意跟引导。所以今天很高兴富强教会让林姊妹教会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意向，也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圣工。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献的五饼二鱼来参与上帝的神迹奇事。这条路很艰辛，但是这条路却是引领我们去遇见上帝的最佳途径。这24年的牧会，这24年的服事，特别这13年的灵修营地的规划，真的很艰辛。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认识的上帝就是这么小。有这一段的愿意，我的上帝变大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当你越参与服事，越愿意服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上帝原来这么富足，原来这么丰盛，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不断扩张我们境界、属灵境界的一个基督徒。不要害怕，上帝在掌权，神在掌权。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勇敢的回应，不要担心我们手中只有五饼二鱼。当我们愿意献上五饼二鱼的时候，上帝是会加倍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影片，6分钟的影片。这是林姊妹教会上空的一个空照片。会记我第一次来，问足一个人才问来到遮，所以会感觉这个所在咱拢无人知，甲因讲可能按遮去你按遮行，有路安尼较无路。拿来迄个时阵，整个社区人口越来越少，佮加上讲教会的人口嘛越来越少，教会内底家己本身的青年嘛是拢出去外口，拢老人咧聚会，所以中会迄种嘛是感觉讲拿来可能是一个好好的教会，照你就爱伫遮2天，拿来迄几天就听到因咧讲这写来了，你写来来遮倒袂牢啦，可能2天到嘛是搁走啦。较早是阮教会是青年拢出去啦。存在人阮的教会咱是讲足稀微啦，但是无说来到这时，佫对这些小囡仔咧讲上集，然后大，从我的教会对牧师开始来，哪好玩哪好听。是第3代基督徒。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牧师就说要把围墙打掉嘛，就让变成开放式的空间，让每个邻居都可以来到教会。后来我发现，这个老人开始因对家己的生命开始有一寡失落，后来阮就是讲，安尼来传圣经，上帝话进入因内底，家己来鼓励因，安尼应该是上好。所以阮就邀请因逐工来读圣经，规个庄头的老人囡仔，逐项大细代志来。因为快跟快到，跟快大家。会存在伫社会内，伊个教信仰慢慢讲，咱来听厝边亲像家己。就我相信上帝毋是干那要祝福基督徒啦，上帝嘛要祝福所有这的人。牧师就特别的到我们家去说，就是觉得可以让小孩
牧师就每个礼拜这样讲，就是在那当中体验到神的。拜五的部拢有课务班嘛，啊，这个课务班的囡仔逐工拢来写讲，小朋友就在教养的甲即个诚济，啊，所以伊一寡囡仔较无法度，爸爸妈妈通载伊去到外口补习，啊，经济上顶悬可能有点困难，啊，总是我嘛无期待讲人来，因为这里是单亲隔代教养的囡仔，所以我就开放给其他的，只要你愿意，拢会当来。礼拜六早上我们就去接一些孩子，周末也按点半到4点半，啊，点半到2点半就是乐器选修。上帝咧评判各方面的人才，啊，准备这个所在去做伙来当工。其实我对林子内有归属感吧，就是对林子内教会很偏僻，可是我觉得我对那边有一个认同感，有一个归属感，那是我的家乡，而且那是我的教会，所以我很想让他可以去过。到我下晡会的心态就是我不断去问上帝，你爱我做啥物？就开始想讲，那安尼上帝爱咱做的心灵故乡。绝对毋是像啊，树啊种了水水花，种了水水，大家才想着讲，1983年的时阵吼，有一个吼拿来出外的一个牧师，爱讲伊得到意向，啊，伫咱的大病顶吼有临时命题，啊总是无完成的。我甲即块土地买起来，买起来了后，从一本细细本的这个乌色的日记本给我看，我一拍开第一页，伊就写1983年的8月。上帝便树立在大病顶的顶端，我愈看愈会愈悬，我讲哇，上帝好奇妙，这是上帝的名篇。所以1200几啊，对于拿来教育来讲，那是天文数字啊。迄段时间我做欢乐，所以大家拢困去，啊上帝这个，我倒落去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甲我讲：你咧欢乐啥？我讲我当然欢乐啊，我将来破过1200万呢！哎，你咧烦恼啥？我要拣选有福气的人来参与这项事工。你咧烦恼啥？对吼，这是上帝事工来，我咧烦恼啥？所以我就甲上帝讲好哦，上帝啊，今仔日开始吼，我无爱为着钱来烦恼啊，我敢若做我会当做的代志，我会当跳一头我就跳一头，我会当挽草我就挽草啊，这个钱哦。我烦恼袂来，教会嘛烦恼袂来。这个无款的代志，人今仔日开始交互上帝来处理啊，但是上帝要做事，只要咱会当愿意去热心去服侍去参与，咱会当。那咱无法度的，上帝拢知影，咱无法度的，上帝就会甲咱处理。去来做这个事，经费的无够的部分，我相信上帝伊嘛同款要兴起有福气的人，做伙来参与这个人生啊的事工，所以嘛要邀请咱大家，咱会当来这个所在来感受上帝伫这个所在所要做的工。啊，当你来了有感动的时阵，阮真欢喜邀请，咱嘛当做伙来参与这个是祝福的一个工作，咱来祝福这个所在，让这个所在祝福更较侪。这是要去为灵修会馆的恩典之路。哦，咱看正手边有一个草皮，啊，伫路边的边仔有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北北这栋就是咱的灵修会馆。啊，倒手边是白河水库，哦，所以伫一个山顶，一个真优美的所在。上帝伫1983年有这个呼召，到伫今仔日开始来执行。我相信上帝听咱台湾人，听咱世间人，特别听咱伊的囝儿，知影咱伫现代社会、现代教会中间，咱真正需要一个灵修、重新学习灵修、重新学习甲上帝三度的所在。我相信这是上帝听的一个记号，所以邀请咱做伙来参与这个中间，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互阮福音领受你的经调，伫无共款的教会、无共款的事工来回应，主，阮恳求你帮助，互阮有勇敢、顺服、单纯的心来回应你，来服侍你，
来倚靠你，因为阮要看见上帝你的同在，你的祝福，阮要经验上帝你的心意，甲你的技术，毋是伫圣经内底定定，还阁伫今仔日，阮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生命中间继续地发生。主恳求你祝福福强教会，当因愿意伫遮热心来传福音的时，主你就将遮个人加添伫因的中间，也将你的恩典、你的智慧、你的开力加添伫即中间。我咱来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